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斗牛鬼蛇神。观看现场批斗会的群众们多为河坝林居委会的居民，其中也有手持红缨枪的学生。图中那个双手握着草帽的年轻女子是一个居民红卫兵，她的姐夫是从色拉市还俗经商的康区德格人。为防止中共软禁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初与成千上万的藏人去罗布林卡保卫达赖喇嘛，而被中共以叛乱名义进行镇压，赤手空拳的他中枪被俘，并被关进囚车，驱逐出拉萨，遣送康区劳改，不得不与他在拉萨的妻子从此分离。这3幅照片展现的正是河坝林居委会游斗牛鬼蛇神的场景。游斗队伍正经过雨托路，被游斗的人除了走在前面的崔阔敦珠次任，还有邦达朵基和邦达景妹2户子各伴一黑一白的萨迦巴木紧随其后，被戴上纸糊的高帽，穿上原本给护法神穿的法衣，拉着堆满剥削阶级赃物的木板车，垂头丧气地被游街。邦达景妹是阿佩阿旺季美的女婿，据说阿佩阿旺季美的女儿原本也在围观的群众中，突然看见自己的丈夫穿着沙迦巴木的一套浅色衣服被游街，吓得不轻。旁边的人悄悄说：“你赶快走，别待在这里，不然等会儿也会把你揪出来。”于是他赶紧跑回家。游行队伍正经过14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监视下，又称姚西达兹。当时为大片树林围绕，现已改为北京中路。在树林旁边的平房是1950年代修建的邮电局，现已拆改建邮电宾馆。照片右上角的一幢呈方形的房子，2-3层高，一面墙上有4扇小小的没有藏式装饰的窗户，被认出是西藏军区的碉堡，建成于1950年代，位于今天的赛康商场对面。当时解放军在拉萨城里建有多个碉堡，藏人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1959年3月，拉萨抗暴期间，解放军把玻璃窗推开，露出了机关枪，这石头房子就成了军用碉堡，打死了很多藏人。走在崔阔左边那个身背草帽的积极分子是斗过噶薛巴的格桑班觉，是在大昭寺奖金厂松丘拉瓦。3层高的藏式建筑即格鲁夏大院原属于噶夏政府所有，租借给商人和居民。大学者耿伦钦佩1951年逝世前曾在3楼的某房间居住。图中围者如云，一副争相目睹、拍手称快的情景。大都是藏人，也有回族，如前2张照片上走在前面的积极分子于鲁斯，在批斗朵基帕木的照片上出现过。这是在居委会的会场批斗牛鬼蛇神的场景，光线很暗，所以看不出来是哪个居委会的会场，也不知道批斗的是谁。这个正在挨斗的女人被认出是贵妇杰达巴德却，她头戴传统巴珠头饰，脖子上挂满了沉甸甸的珠宝，胸前的大字报上给她罗列了几条罪状。第1条看不清楚，第2条写着造谣，第3条写着名义上说自己是积极分子，但是他把反革命分子的物品隐藏起来了。第4条写着把金银财宝卖给外商，另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活动的字样，大概是说他破坏文革吧。解大是卫藏之卫地一贵族家族杰达巴德却，
与贵族拉鲁茨旺多吉的夫人是贵族吞巴家族的两姐妹，是杰达家的儿媳，住在位于帕果兰街的老房子拉张宁巴，现是已病故，其他不详。拉张宁巴曾为西元1400年间宗喀巴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居住的古建筑。之后，来自尼木地方的被认为是藏文规范者吞密桑布扎后人的吞巴家族入住。1959年至1995年为八角街居委会办公室及多户居民入住的大杂院。1997年至1999年由德国建筑学家安德烈·亚历山大创办的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以修旧如旧的方式较为完好的维修。揪斗他的两个女子，右边的名叫喷琼，是八角街居委会的一个据说很凶的积极分子，已中风。左边的也是八角街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后来做了裁缝，但也有人说他是拉萨中学的学生，出身铁匠家庭。这两个正在挨斗的人，女人是贵妇杰达巴德却，她头上的高帽写着牛鬼蛇神德却，而那个男人从他头戴的高帽和胸前的大字报来看，其名为莫建章，其罪行为一，由青海多次偷运枪支子弹来西藏支援叛乱，在青海盗窃国家大洋30多箱，运往印度指使叛匪。二，勾结达赖集团以种菜为名进行叛国活动，勾结班禅集团与拉明等叛乱头子，一贯搞叛乱活动。三，一贯囤积居奇，抬高市价，偷税漏税，抽逃资金，勾结干部，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纠集几个坏分子，搞资本主义胡皮活动。4，不知道为何要把莫建章和杰达巴德却放在一块儿批斗，这两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注意看，他俩背上绑着卸下来的窗户，那窗户上糊着大字报，这倒是与众不同。他俩都住在帕果街上，因此都是八角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还有一点不同，莫建章的罪名都是用汉文书写的，难道他是一个汉人吗？经了解，莫建章是来自青海的商人，他过去在帕果街开有小百货商店，他的藏名是贾米次任，意思是汉人次任。很多人还记得莫建章的女儿叫莫玉珍，她就在他父亲的小商店里卖东西。据说文革后，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回老家青海了。那个揪着杰达巴德却的男子名叫边就，他手里拽着的是石头还是帽子呢？据说他过去是个小偷，后来成了八角街居委会的积极分子，现已死。而在喊口号的妇女中，那个嘴巴张得大大的女人其实是一个哑巴，名叫拉木木拉，现在还活着。不知道哑巴可以喊出什么样的口号来。从人物的装束和远处的景致来看，批斗场景显然不是在拉萨城里，而是在附近的农村。不知道这是1966年8月的哪一天，正在低头接受批判的老妇，一手捧着小型佛龛，内装有护法神班丹拉姆、滚布等的叉叉塑像，一手拿着法鼓。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代言神巫。对于农村和牧区来说，类似的这类人物通常是当地的精神象征，他们所起的作用很大，构成了普通百姓根深蒂固的许多观念。但是革命却把他们当成了批判的目标，用各种亲密的语言来侮辱他们。说到底，
就是向曾经深深依赖他们的普通百姓宣布他们是骗子，是吸血鬼，是害人虫。这样一种公开化的批斗，足以使这类人物所象征的传统遭到最大的嘲弄和诋毁。看见这幅照片，一位藏人说，我又像是回到了那时候，我也常常坐在这中间。另一位藏人则感慨道，你看，这些窗户是破破烂烂的，这孩子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还拿着别人给他的发言稿，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周围的人恍恍惚惚的，任人摆布似的，这整个就是西藏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正在激动地呼喊口号，以致额头上青筋毕现的红小兵，有人说他的名字叫阿旺格列，长大后当了民兵队长，现在快50了，天天转经朝佛。旁边那个穿着背上打补丁的衣服，正扭头看着男孩的男人，被认出是河坝林的一个修自行车的老汉。男孩身后的那个头上包着头巾的女人是个回族，如今常在法国街上摆摊卖饼子。注意看，邦达朵基也坐在人群中，正是男孩背后那个戴着遮阳圆帽子、露出上半身的男子，满面愁云，呆呆地注视着批斗现场，随时准备被点名，然后被揪出去斗争一番。一代豪杰竟也如此落魄。注意那个满面笑容的人，看上去有着一副典型的汉人形象，而且有着一副干部的架势，显然是这场批斗会的主持者。他微微后仰着身子，那不屑地指点着垂手挨斗的喇嘛的手指，既是放下来，也像是随时准备伸出去。他的笑容是这些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中唯一的笑容，而在翻身农奴的脸上却不见如此轻松畅快的笑容。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激动、激昂和激愤，但又略带紧张和不敢相信眼前突变的迷惑。那个把手搭在喇嘛肩上的藏人红卫兵，其姿势和神情不但不凶悍，竟奇怪的又吐舌又弯腰，好似不自觉地诚惶诚恐。只有他在笑，只有这个汉人干部开怀地笑着，这是一个新主任的笑容。他是谁呢？有人说他像曾当过三教工作团团长和城关区书记的李芳。据说此人不但霸道，而且贪婪。后来在返回汉地时，私自带走不少珍贵文物，但车在半路上翻了，他受了重伤，拿走的东西滚落一地，这才暴露无遗。不过照片上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有一脸络腮胡的书记贾乌大胡子指李芳？有些人又说不是，尽管我们只能揣测而无从确切的得知，但不能忽略他以及他的笑容。这个人满面得意的笑容其实具有象征性。我们也不能忽略站在讲经场的高台上的那一排人，他们或操手或叉腰，不是军人就是干部，都是西藏的新主任。而那位高帽上依稀辨认得出甲错字样的喇嘛同样具有象征性，包括垂挂在他胸前的一摞珍贵的经书，包括他前面的那辆堆满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却被视作四旧的木板车。有人说他是大昭寺管理释迦牟尼佛殿的圭尼本纳，有人说他是哲蚌寺的四大堪布之一格巴喇嘛，也有人说他是色拉寺或甘丹寺的高僧。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他看着是被勒令穿上护法法衣游街的德姆仁波切，或者是被红卫兵用金刚杵打死的拉真仁波切呢？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的里面，
其中还有一个头戴高帽的女人，浑身挂满了鞋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处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处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或许还够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已沦为奴隶。所谓的解放反而使他们丧失一切。松丘爪哇在这个时刻丧失了他原本渗透的宗教精神。这个时刻，不，这个时代，这个被藏人称为人类杀劫的时代，把太多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铺满奖金场的每一块石头上面。松丘爪哇从此成为1966年开始的那场革命的见证。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